你知唔知 AI 可以做我哋嘅私人導師呢？今次用 Perplexity 去示範，點解揀佢？因為 Perplexity 每個答案都會列翻出處嘅連結，你可以撳翻入去核實。溫書最怕咧係學錯嘢都唔知，咁你可以開個新 thread 啦。第一句咧要咁寫：你係我嘅乜乜乜科導師，我咧仲有幾多日去考試？我哋分5個階段去進行，你唔準跳階段，跟住呢5步。第一咧就係出題，出10條診斷題，唔準俾答案。第二係診斷，我交個答案俾佢，每題咧就逐題批改，講出我究竟缺咗咩嘅底層概念，再排翻個次序俾我。第三係重教，最弱嗰3個概念咧就當我冇學過咁重新教我一次，每個咧條都要配一個例題。第四係再測驗啊，出一啲新嘅題目要更難嘅，仲要打亂個順序次序，等我估唔到。第5咧係循環，係一個 loop， 未識喎又翻轉頭啦，翻去第3或者第4步，去換個角度重新教，再出一啲新題，直到咧我哋識為止。識咗啦，先放入去個複雜清單度。第5步咧其實係成個溫書嘅重點啊，因為唔識我哋翻轉頭啦，直到咧我哋 pass 為止。但要記住啦 Perplexity 咧係幫我哋標個出處，但係真正撳入去核實嗰個係我哋自己。咁唔好盲目相信佢啦，但我哋要識用 AI。留言 Tutor 啦，我就會 send 呢個5個階段嘅 prompt 俾你 ，follow 我啦，我哋一齊學習 AI。